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世紀21羽田地產蔡生 Raymond， 而家同各位介紹呢個筍嘅放售盤，係大埔寶豪花園。寶豪花園合共有4座，住宅單位有527伙，實際面積分別為333尺到447尺，發展商為怡和置業，中學校網大埔區，小學校網係84，入伙日期係1984年。放售單位鄰近太和火車站同埋巴士總站，交通方便，民生設施應有盡有，有多樣化嘅食肆同埋銀行。而家介紹呢個筍嘅放售盤，坐向開揚，裝修企理，細而不華。實用面積係333尺一個房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同各位參觀呢個筍嘅放售盤。首先，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大廳。大廳係女字廳，業主提供一部冷氣機，廳窗開揚，望遠景。我哋睇睇單位嘅主人房，主人房業主提供冷氣機一部，房窗開揚，景色宜人。我哋參觀呢個單位嘅洗手間。洗手間係有窗嘅。我哋參觀呢個單位嘅廚房，業主提供抽油煙機、一部電嘅煮食爐。如果邊位朋友對呢個筍嘅放售盤有興趣，麻煩聯絡世紀21羽田地產。世紀21羽田地產，多謝各位，多謝。